来看伫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，因为进前受到4月初3大地震的影响，毋但壁倒去、设施受损，生理嘛规个土乌土，敢若剩3成。花莲市长12日去现场了解营运的情形，为着要减少这返来负担，宣布降价使用费3成至5成，一直到今年年底。百乐民众到市场买菜，也毋过有袂少的单位是空，摊商无营业，买菜人也明显少真侪。受到04、03大地震影响，澳洲一直有地震买，花莲的观光人潮也大减少。若是餐厅民宿出现停业潮，花莲市的各公有市场生理间接受到冲击。有些摊商要休息了，就休息嘛，休息他没办法做了。没有人就是没有生机啊，就没有办法生活啊，对不对？花莲市公所表示，各餐厅的食材进货量少7%-8成，尤其我近富凯饭店、拿天雷第一家统帅大楼附近的复兴市场，也因为建筑铁路工程封路，生理受影响程度上大。重建市场是因为大地震建筑受到上严重的破坏，有计要4个月来重建，会另外设立临时大集场，让受影响的摊商会当继续营业，另外也会调降使用费。为期会到半年，那以复兴来讲的话是2个月，5成降5成，那可能之后其他的市场都会以减租3成的部分，一直到年底。会家间表示，各公有市场摊商受地震影响，自5月起一直到今年底，每个月使用费减少3成。其中复兴市场晚近地震大楼倒去的灾区，所以伫5、6月铁路工程进行期间使用费减少5成，希望会当减轻摊商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